台南市嘉義區農會在今年初正式取得農產品產銷履歷的驗證，成為全國第一個將烏麻油的加工產品納入產銷履歷驗證的體系，推出台灣第一款具有產銷履歷認證的烏麻油。上午由着農業局甲着農會共同佇個嘉義農會感謝超市來發表，為國內使用的油品建立安全的溯源新典範。我們從113年開始，我們就致力於產銷履歷這一塊的來推廣，農民呢，來輔導農民來種植，從那個土壤的檢驗啦、安全的種子的篩選、安全的用藥，到收成之後去化驗沒有問題之後，我們再投入那個產銷履歷的工廠，就是有 HACCP ISO 22000的生產，讓它整個製程都是完全都是產履的過程，所以這個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也是創下全國第一支有產銷履歷的胡麻油在我們嘉義區農會所誕生，所以說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盛事。這條的麻的產品超過90%攏進口了咱要食到咱台灣家己的麻是講的嗎？不是，咱真正有經過認證的這支咱嘉義殺出來這支油這是經過迄個產銷履歷認證。真正是咱嘉義農會去交農民客做的，頭總咱是嘛報告過，伊這攏經過檢查，食品安全攏無問題。伊這支柑仔包裝設計嘛非常優秀，像精品的這以後是咧，互咱市場傳出去國外甲咱行銷的農會總幹事表示，農產的加工品要通過產銷履歷的驗證，對主原料烏麻種植的品種。農藥使用的管理到採收，甚至早油加工每一道過程，攏要符合政府規定的嚴格標準，而且對產品到產地全程透明，會當來追溯。上午的發表會，包括農會理事長、常務幹事、甲着理幹事嘛攏到場出席。現場還閣準備麻油雞湯，甲着烏麻的燒麥提供品嘗。吸引未少的民眾到場來參與。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